是嘛？你有感觉到？咱伫生活当中吼，定定食的罐头，你会感觉讲这个罐头足歹开的无？真正足歹开，唔但歹开，我常常受伤呢，路人又还袂好呢。唔甘丢丢，你会受伤哦，就表示讲哦，你开这个罐头无撇步。啊，有啥物撇步？啊，当然是我60档啊，拢嘛安尼开的。来，你注意看哦，即马先甲这地吼小编一下，哇，然后汤匙啊位只甲撑过，吼，安尼吐掉咧，吐掉的。扭起来，哦，等，哇，所以手拢无着伤，啊，你手袂着伤呢，安尼才好用的，我嘛去试看卖。来，你教啊，哦，先安尼扭起来，啊，然后撑过，对，撑安尼吗？哎，卡袂，安尼吐掉咧，嘿，啊，然后扭起来，哎，真的呢，手拢无伤的，啊，整个嘛个水水对无？啊，可而且吼，这个袂着伤，我拢扭起来着伤的喏。所以都爱知影这个生活小撇步，你就用顺顺啊开罐头。